同埋喺大學讀書呢，係其實相互之間係冇衝突嘅，因為呢，作為一個佛教僧㗎，我哋係依從佛祖嘅教法，修證成佛，為利益眾生。而呢，當大學生呢，亦都係將你學到嘅嘢呢，希望可以總有一日可以幫助眾，亦都係服務眾生啦。所以個目的呢係相同嘅，只不過呢係有少少唔同。我哋聖物宗金剛持佛教呢嘅僧架係要接受3種文化教育，呢3種呢就係聖物宗嘅靈性教育、中國傳統文化嘅教育同埋世間法嘅教育。所以呢，喺讀塔州大學嘅過程之中呢，我係希望將大聖佛祖嘅極忠善性嘅慈悲和智慧分享俾我所接觸嘅人。呢幾年落嚟，塔州大學、塔州社會、塔州政府培育咗我啦，所以咧我就應該通過實際行動嚟表示我嘅感恩。我都同意。咁金剛宏浩你點啊？咁我唔想重複前面嗰2位所講嘅，但係我都係亦都好同意佢哋所講嘅。咁我就少少補充，就覺得話佛教嘅靈性嘅培養呢，係因為我自細就開始修行佛法。今日佢成為我生命嘅不可缺少嘅成分。佛教嘅和諧同埋平安嘅精神呢，養育咗我正面對事、正面看待人生嘅一個態度啊。所以呢，我覺得做一位大學生呢，係做大學生嗰陣時喺度讀緊書，我就親身體驗到佛教嘅靈性教育呢，係社會上嘅現實價值，令到我感受到呢，佛教嘅靈性嘅修行呢，入世應用嘅無比珍貴。所以呢，我喺呢度希望好感謝我親愛的靈性導師寶笈梵志及維摩詰黃師尊，亦都想感謝我大學嘅所有嘅老師同埋同學嘅幫助。唔該晒。咁好多謝你哋3位上師嚟接受我哋嘅訪問，真係好精彩，亦都希望你哋成功喺你哋譬如預備係讀書，甚至係做工或者係服務其他眾生，希望你哋成功。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一首比較傳統嘅佛教音樂，亦都係傳統嘅中國音樂，係由黃思婷唱嘅《情緣》，希望你喜歡。
咁希望你喜歡剛才嗰首中國嘅音樂。咁我哋再好多謝3位上司剛才嚟到 Hobart FM 接受我哋嘅訪問。如果你啱啱收聽呢個廣播，歡迎你，我哋係 Hobart FM 96.1。呢個鐘頭嘅廣播係由 Hobart 華人社團送俾你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講下天氣同埋最近嘅本地新聞。咁天氣今日 Hobart 最低溫度係攝氏10度，最高係攝氏18度。天氣呢間中可能會有驟雨，主要係下午吹輕微嘅西北風至西南風。咁金剛宏浩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好似最近有關 water meter 嘅一啲消息喎？咁我知道澳洲係全球已經係最乾嘅一個國家，雖然我哋喺塔州 Hobart 呢幾年都冇制水，但係都唔係代表我哋可以隨便浪費嘅。係啦，冇錯啦。咁根據 Southern Waters 嘅有關方面嘅表示呢，喺嚟緊呢2年內呢，塔州嘅南邊呢就會有大概62000嘅間屋呢會安裝呢啲咁嘅水錶，而且同有26000戶嘅舊水錶咧就會被更換啦。呢個計劃咧係為咗進一步去慳用水同埋改良供水服務嘅一部分啊。咁估計呢個計劃可以為咗塔州咧每年慳到大概80億公升嘅飲用水。Southern Waters 嘅行政總裁話咧 Hobart 嘅用戶係可以慳到好多水嘅，其實。而咧安裝呢啲咁嘅水錶咧，就係可以俾佢哋知道其實究竟佢哋用嘅係幾多水。據資料所顯示咧 Hobart 嘅用戶咧，佢哋用水量係澳洲嘅最高嘅，平均嚟講咧係每個物業每日就用1000公升嘅水。安裝水錶係可以用嚟發現未被察覺到嘅漏水，而咧呢啲未被察覺到嘅漏水咧係浪費高達20%嘅食水供應。哦，咁看來我哋 Hobart 嘅居民要小心用水啊，唔好隨便咁開咗個水喉，又唔理佢就咁喺度長期咁喺度流。如果唔係嘅話呢，我哋個荷包就越嚟越輕，又心痛啦。咁如果你淋花嘅話，最好係清晨淋，水呢就會係真係可以滲咗入泥土裏邊，唔會俾太陽曬乾咗嘅。咁有另外一個好嘅消息，也是而家就快 holiday time 啦。咁好似有一個新嘅建議呢，就係由明年開始呢，塔州嘅鄉間道路會減速，估計呢個會救到4條人嘅生命，同埋可以防止13宗嘅嚴重受傷啊。咁根據呢個建議呢，就而家嘅鄉間鋪咗嗰啲路呢，就會由100公里減到90。咁如果係泥路或者係用嗰啲碎石鋪嗰啲路呢，就會由90減到只將80公里咋。呢個建議係已經喺 Canberra 同埋 Tasman 區試驗過㗎。咁根據嗰邊嘅居民，呢個係正面同埋重要嘅影響。咁根據2005年至2009年嘅一個統計呢，45%嘅死亡同41%嘅嚴重損傷都係發生喺呢啲鄉間嘅道路，所以佢哋認為啊，呢個新嘅建議呢係可以減低嗰啲數字。呢個幾好聽喎，因為呢，我有啲時坐車嗰陣時，坐到巴士呢，就見到巴士後面有一個廣告喎，佢寫住話，即係呢個廣告我覺得係值得我哋注意嘅，係好有教育意義嘅。嗰個廣告上面又講係有一個時速嘅標誌，即係話係一個紅色嘅圓圈，入面有啲數目字，而旁邊呢就寫住話呢個係一個限制，而唔係一個挑戰。It's a limit, not a challenge。係啊，有啲人呢見到個時速寫100，佢就真係搏命咁飛100，認為咁先合格。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因為你諗下，你揸長途車你自己要小心，你要安全第一啊嘛。所以你譬如開長途車嗰陣時，你覺得太攰啦，你可以俾其他人過，你點啊？你駛埋一邊，安全地你駛埋一邊，俾其他人過，你自己休息一下，利益大家都係利益自己嘅。咁好似仲有又係有關塔州有一個新嘅建議，似乎就快會開始會用，就係有關太陽能喎。咁就係最近對太陽能嘅需求日益增加，因為好多嘅居民呢都想揾方法去避免嗰啲越嚟越貴嘅電費。
不過如果州政府可以提供一啲更好嘅經濟獎勵俾嗰啲想安裝太陽能嘅人嘅話，我諗可能需求會更大添。咁有關官方嘅代表已經話嗰啲人越嚟越對自己發電係有興趣，就話一個細細嘅系統，如果聯邦政府可以有貼現嘅話，只準3000蚊就可以安裝啦。咁目前州政府呢係冇提供一個饋入嘅價目表，不過國會代表綠黨嘅 Nick McKim 先生就話佢會堅定去支持呢個建議，就會希望引入一個俾我哋。咁呢個綠黨嘅領袖亦都話，雖然佢就話合適嘅計劃呢都要足夠嘅資金提供，佢亦都提我哋塔州人要特別小心，因為 West Australia 同埋 New South Wales 嗰邊啊個倡議結果因為太受歡迎，佢哋自己變咗受害者，因為錢去得太快，本來好吸引人嘅計劃啊變咗一個失敗。真係好希望政府可以好快引入一個好嘅計劃，咁多人識得安裝呢啲太陽能發電，到時呢，唔單止係我哋個荷包會重，而且呢，因為減少咗用石油發電嘅電力呢，而減輕全球嘅暖溫室嘅效應嘅問題喎。咁仲有一個好消息喎，喺上個星期我哋講咗有關食二手煙嘅危害，同埋相關嘅數字咧，令到我哋真係好驚訝，好似係話每年咧食二手煙嘅受害者咧係60萬人咁多喎。係啊，你冇講錯啊，每年啊二手煙殺60萬人啊。但係其實咧，係我哋塔州可以見到一個好嘅情況嘅發展，就係明年係 Launceston 嘅市中心將會成為一個禁煙區，亦即係話咧嗰邊唔准食煙嘅。咁呢個係經過市政府最近嘅通過一個食煙嘅禁令，係之前已經有一位市議員咧提出過4次嘅。咁呢個禁